按照教會年曆，預苦期係我哋同主耶穌同行，邁向十架之路嘅時刻。而今日就係預苦期嘅首日，又稱為聖灰日。從今日開始，喺呢40日，唔包括主日，係一段悔改、自省同埋更新嘅旅程。經文話：你要記住，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當遠離罪惡，效忠基督。自舊約猶太人嘅習俗，當佢哋遇到極大憂傷或深切懺悔嘅時候，就會塗灰抹塵，象徵住內心嘅謙卑、痛苦同埋悔罪，祈求上主嘅施恩憐憫。然而，當我哋活喺充滿罪惡、試探、誘惑嘅世界嘅時候，我哋都不禁被世界同化。我哋嘅生活仿佛耶穌基督嘅死亡同埋復活從來都冇發生過。我哋忘記我哋嘅創造主同埋救贖主，以其他嘅事物或者個人嘅慾望取代上帝。喺呢一段時間，願我哋藉着克己、禁食同埋默想等等嘅操練，喺反省同悔罪當中親近主，並且仰望聖靈嘅幫助，脫去舊有嘅惡念，穿上神所賜嘅謙卑同埋愛，學習更深咁樣依靠上帝。而家，願我哋藉住以下嘅詩歌傷透，作為我哋嘅禱告，以謙卑痛悔嘅心，懇求上主嘅憐憫，並且漸漸將我哋嘅心朝向嗰位拯救我哋嘅恩主反省認罪。憐憫的恩主，求你再寬恕，在我的心底深處，罪太多，我只想停住，求被你觸摸，來以火洗我，願你可修剪更多，使我知錯徹底悔過。誰令你受傷，釘穿兩手，全是我的錯，你默然承受。凌辱下掛冇頭，我再不被罪佔有，祈求餘生不把你又傷透。使我願你可修剪更多，使
使我自從徹底悔過。誰令你受傷，釘穿兩手，全是我的錯，你默然承受。凌辱下關木頭，我再不被罪佔有，祈求餘生不把你又傷透。誰令你受傷，釘穿兩手，全是我的錯，你默然承受。凌辱下關木頭，我再不被罪佔有，祈求餘生不把你又傷透。凌辱下關木頭，我再不被罪佔有，祈求餘生不把你又傷透。喺呢一刻，邀請大家輕輕嘅閉上眼睛，慢慢嘅呼吸，安靜自己，以恭敬嘅心聆聽上主嘅聖言。約珥書2章1至2節，12至17節。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在我的聖山發出警報。這地所有的居民要發顫，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快到，已經臨近了。那是黑暗陰森的日子，是密雲烏黑的日子，如同黎明籠罩山嶺。有一對蝗蟲，又大又強，自古以來沒有像這樣的，以後直到萬代也必沒有。然而你們現在要禁食、哭泣、哀號，一心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你們要撕裂心腸，不要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因為他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會改變心意，不降那災難。誰知道他也許會回心轉意，留下餘福，就是獻給耶和華你們神的素祭和澆酒祭。你們要在錫安吹角，使禁食的日子分別為聖，宣告嚴肅會，聚集百姓，使會眾自潔，召集老年人，聚集孩童和在母懷吃奶的，使新郎出內室，新娘離開洞房。侍奉耶和華的祭司要在走廊和祭壇間哭泣，說：耶和華，求你顧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產業受羞辱，在列國中成為笑柄。為何讓人在萬民中說，他們的神在哪裏呢？弟兄姊妹，上主藉着先知提醒佢嘅百姓，
同樣提醒我哋，你們要撕裂心腸，不要撕裂衣服。對上主嚟講，我哋嘅內心嘅轉變、真誠悔罪，比外在嘅表現更為重要。今日當我哋聽到呢番說話嘅時候，有啲咩感受呢？我哋嘅心會否仍然被一啲嘅事物、想法所束縛？會唔會有一啲嘅關係、習慣、情緒或者態度，使到我哋無法真誠去到上主面前呢？願我哋能夠真誠咁對主講：主啊，我願意一心歸向你。呢段經文再一次展現上帝對我哋嘅寬恕同埋憐憫。當我哋聽到上主呼喚我哋返佢身邊嘅時候，我哋願意為主喺預苦期呢段走上十架同埋復活嘅旅程裏邊作出啲咩回應呢？我哋願意為主放低啲乜嘢呢？節制啲咩呢？我哋同心祈禱，滿有恩慈憐憫嘅主，你喜悅我哋真誠嘅悔罪，睇重我哋內心嘅回應，願你藉着聖靈幫助我哋一眾軟弱微小嘅人，喺預苦期嘅期間謙卑自省，遠離罪惡，效忠基督，與主基督同行，邁向十架之路。我哋同心嘅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而求，阿門。